在地人在地情来看婚林好买中原文化节的红底活动密室逃脱，除了有恐怖的解谜闯关，这个游戏的剧本嘛真丰富，真有意义。讲这个活动剩阴暗甲明仔暗2暝尔，欢迎有趣味的乡亲到好买圆环来体验。 民众找线索时，鬼是伫边仔静静看，互人会起鸡母皮。这是好买中原文化节上尾的活动密室脱逃。体验出来民众表示讲，伫过程中有恐怖，而且有难度。还可以。想要推荐其他朋友来访，对不对？会，就是希望呢，体验的民众在闯关的过程当中呢，为这个小朋友找出他生前最爱的一个东西，他的一个兴趣。那这样子提醒我们呢，其实你好好的珍惜你身边的朋友。 除了有恐怖的解谜过关，这个剧本更加是充满爱。这个活动到明仔载还阁有兴趣的乡亲会当去体验看卖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